instead of 一個 single 嘅資產咧，可能斬為1000份，即係話好似將個豪宅、將山頂豪宅變成1000份或者1萬份，而喺個交易所度咧就可以逐份去賣，明唔明？咁變咗一般嘅老百姓，我買唔起成層樓、成個豪宅，但係可以買1/1000或者1/1000嗰個資產。咁你話咁搞嚟點咩？咁個資產可以升值㗎嘛？咁你如果買佢升嘅時候，你買唔到成層樓，你咪買1/1000層樓咯，或者1/1000嘅豪宅咯，或者1/1000嗰張畢加索名畫咯。呢種形式咧就係將佢令到更多人咧可以負擔呢一個咁樣嘅貴重嘅資產。咁呢樣嘢好有意思嘅。香港金融管理局而家有2個 project 已經係做緊呢啲代幣化，讓人俾啲銀行咧將佢嘅存款，譬如匯豐銀行或者恒生銀行呢啲有好大量嘅存款，可能幾百億嘅存款，佢哋而家就係將呢啲大銀行幾百億嘅存款變成一個代幣，銀行之間咧就可以通過呢啲代幣咧，將佢真正嘅存款變成一個好細嘅部分，而銀行之間咧就可以用呢個 token 咧嚟做 settlement 嚟做呢個所謂清平倉。